去无踪。予我请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油问来嘴真崩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倔强。伊是风生城市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哎呦，我决定的代志就袂搁改变啊！你咧？拜托的啦！你是安怎呀？巴肚痛！巴肚痛，我看卖。真疼啊！哎呦！你就是安尼啦，一支嘴敢若鸭味啊，一路安尼直直落，拢落无停啦。我看吼，你是吼消化不良啦，即马食到歹腹肚啊。我知，真痛啦！哎呦！安怎啊？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！你食啦咧啊！哎呦！紧甲送去病院啦！哈，敢都爱去病院？是啊，你看。哎呦！敢若真严重，是啊！行，去病院，去病院，行啦，去。哎呦，真痛！我这咧想你，奶奶你睡过来啊？哎呦，真痛的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可是，哎呦，可是啦！先生啊，啊是要紧啊无啦？这吼，我看最好是来大医检查规工才会知哦。啊，师，我不爱大医啊！哎，戆囡仔咧！你看你疼甲安尼遐尔厉害，唔知是腹肚长啊拍死甲啦，唔是？无观察一个袂用的啦。好吼，啊，安尼我你搞出来，还办一下大医的手续。好。小刘啊，拜托个，小甲较顾一下哈。我会啦。这个我演了真逼真哦。对啊，你演技实在袂歹呢。我特懂的啊。透动的，多谢你啦。是讲，若毋是你的帮忙吼，我毋知要安怎才好啦。你哪安尼讲啊？也毋过，小等医生若知影你假病吼，小人甲你赶出去哦。袂啦，身躯是咱家己的啊，要疼就疼，要跳车就跳车，真个假会敢知？阮特懂的啦。特动的啊！使啦，哎呦！特动的，哎呦，特动的，你搁咧疼哟！哎呀，可足疼的啦！哎呦，看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大姐我我看透动跳到安尼吼，都害你加大规工啊啦。而且吼，咱会当利用这段时间来去倒找小明啊。安尼哦，哎，安尼无正对呢。啊，阮透动的疼到遮严重，我爱在遮甲照顾啊。啊，伊若好起来的时阵，阮就要转来山顶啊。哎呦！怎啊？啊！哎呦，三个，我希望你去帮助秀玉啊啦！你毋是不时常咧教我，爱有热心，爱有爱心，别人咧困难时阵爱去帮助人啊！虽然是安尼无毋对，啊，毋过你即马疼到遐尔严重，啊，你叫我免啊行会开骹啦。啊无安尼，即马参你转来5指山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你疼到安尼遮尔严重，我一定爱留在遮甲你照顾。三免啦，只有医生参护士照顾就好啊，你莫烦恼啦。安尼哦，嘿啦。安尼嘛好。大金牌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啦。行，
行。真天性哦，嘿，是真的嘿。几摆啊？啊，我两个摆要看。我爸爸妈妈冤家啊！哎呀，你爸爸甲你妈妈冤家，阮是摆什么意思啊？到底唔到阮哪有地带啊？借问一下吼，咱是毋好朋友？是啊。啊，你爸爸是阮爸爸？是啊。啊，阮妈妈是毋是恁妈妈？是啊。阮爸母是毋是恁爸母？是啊。啊，恁爸母是阮爸母？是啊。啊，是啊，爱拜。哦。拜了，这个来，新年啊，保庇啊，多多给咱小明的爸爸妈妈卖冤家，哦，还有，拜了。啊，哥，先去吧，哦，咱就走去吧。行，那你看伊啊，快点。好，行，再看一下。你这个大姐姐。电话也无歹啊，谁啊拢无电话。啊，已经2、3天啊，到今拢无消息，是要安怎？头家娘食饭啊？你先去食啦，我食袂落。我也食袂落，你家己去食就好啊。坐，哎呀，莫等我坐迄啦，去食饭啦。喂，嘿，哦，你的电话啦？喂，什么代志？什么合约的代志？这小可代志恁家己去处理就好啊嘛，照我吩咐的安尼落去做就会用啊。连这小可代志也着要来还我啦。一定是你的电话啦，去接啦。喂，我是啦。什么？你搁遐砸人去啊？咱这两个哦，是伫什么所在？啊？后里哦。好，多谢。安怎？你人卡来信？我听这个所在是伫后里。你后里？哎，你遐这钱是要创啥啦？就唔莫管遐多啊啦，先报完要紧啦。小燕啊，爸，你带我出去佚佗，好无？小燕，我今仔要开股东会议，袂当带你出去。安尼啦，你叫妈带你出去吼，我再叫司机载你去，好无？爸爸，带我出去佚佗，好无？小燕乖，妈妈哦，今仔有朋友对美国来，妈妈要去陪因，啊
你乖乖等厝，妈妈早做侪好食物件，等下互你好不好？小月，我来开会哈。嗯。小明。 哎呦，足水大啦！你冇钱啊？对啊。你有钱嘛？无啊啦，我拢落完啊啦，拢无钱啊，无钱啊！真是嘞。真是的啦，真是的啦！我有办法，呀，来给你自己。你有钱？我还得，现在冇钱啊呢。无钱？无钱啊！哇嘞！哎，我哪会知影代志会变成安尼啊？我毋是已经有甲你讲啊，无论什么代志吼，都甲人好好啊从参详的，唔通甲人从商量的。你就是唔听啦，到即马代志舞到安尼啊，是要安怎收拾？大金婆啊，你都唔知影咧。当时你若对现场，你原来生气，迄个查某开嘴合嘴就是钱啊！啊，甲我咧比钱咧，我听到安尼，我唔才掠狂，唔才甲你商量。哎呦，当你为着吼小玉仔的代志，你小可忍耐一个是会死相，是安怎就一定爱甲人商量？量是罔量啦。第二摆我嘛过去，我嘛忍耐呢，但是因这样我甲我唬出来呢。哦。你想看嘛，这款的若有慷慨，我外慷慨也袂慷慨。哎呦，所以我毋才讲你的个性吼，爱小可改一下啦。咱人虽然真有钱吼，嘛是共款，都爱有修养，你知影无？吼你一个听到人讲对方的人有钱伫咧遐摆，你就忍耐袂牢，你就掠狂，要甲人拼有钱，再来甲人商量，安尼你毋是甲伊共款有哪在遐摆？到即马安尼啦，代志舞到安尼啊啦，是要叫人安怎样啊收拾嘛？好啦，大金哥莫生气，我会改哦。哎，小玉啊，我就甲你讲，你免去叫伊来，你去叫伊来创啥啦？拄则我才叫骂两摊咧，嫌这摊拄啊第三摊。你明明要甲阿爸闹开你？安怎？这回若毋是讲小玉啊去找我来，你是拍算做这代志要甲等咧，要准拄煞安尼就对。无咯，我就说，哎呦，大金婆啊，我是讲迄个查某袂插你啦。你若去哦，共款的我会闹开啊，所以无爱互你来斗相共啊。原来你是为我好啊！哎呦，多谢哦，老来了，你煞出去啊你？你就是你安尼讲，我就会相信哦。明仔甲我这套啦，行，即摆来去小明因兜。慢，先来买，行啦，行啦。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红也肥。即马真啊歹人了无？毋知对咱小明安怎袂？啊，话拢你讲的啦。本来我钱互你也就袂要紧，你偏偏来叫我甲支付起来，但我即马支付啊啦。你即马如果今日讲要开对小明安怎？你安尼起起倒倒，你是要叫我安怎？人的心内气唔使安尼，无你靠老你教我啦，我是要安怎较好啦？我是要安怎教你？阿好啊，开门啦！好啦。阁是你，一声啦！就顶摆来找小明老师，咱两个爸仔啦。哎，那你是来要创啥？阿好，赶赶出去！歹势。
是郭太太哈？哎，莫安尼啦，咱阮吼是为着恁囝，阮诚心诚意专工要来甲恁斗相共的呢。斗相共，免啦，多谢恁家婆啦。若是为着迄个老师哦，今仔日阮囝嘛出着这个代志啦。啊好啊，赶快出去。我讲出，我哪郭太太啊，我哪毋是郭太太，郭太太。哦，你哪通讲即款的话啦？啊，等恁囝胖见吼，啊，甲老师有啥物关系？免哪无关系，若毋是因为伊吼，我教阮小明读书，看阮小明看无起，嘛袂牺牲着阮小明的自尊心，才咱咧走出去。哼，我知影啦，伊哦是存心要破坏我的家庭啦。把你即摆看着啊吼，你足欢喜的吼。郭太太，你误会啊啦。误会，我咧6岁咧。哎，啊你查某你讲的较差不多了哈。迄阮查某囝是关心恁后生呢，也无影，阮食饱收营来写咧麻算呀，哈。你莫遐大声啦！吼，我囝看见我已经心内咧乱吵吵啊咧。你咱规阵人，逐工带来这个下落，你什么意思？无啊？你要出去无？你若无爱出去哦，我请叫你较前身，请你出去啦！请问你有啥物代志是？警察先生啊，是安尼啦，阮是因为关心因囝，阮才来的呢。啊，这个吼，都是因后生的老师啦。啊，讲老师关心学生，安尼敢有毋对？要去倒找只好的人啊，对无？郭太太，人老师关心学生嘛是理所当然的啊，你应该欢迎才对啊。啥？我还阁欢迎因哦？无毋对，加一条线索嘛，加一份破案的机会啊。破案线索，骗恁这班的哦，会当甲斗相共哦，骗鬼！嘿，你懂嘞？哼，嘿，你这个查某啊，你实在真唔知好歹哦哈你啊！阮好心来甲你斗相共，你搁对我来，无咱是什么意思啊哈？你什么代志啊？哪来乱吵吵？金玲啊，你甲看啦，安尼咱规阵的人走来咱的厝里，搁遐尼歹啦。诶，这问的吼，你是毋是因先生？我是因先生无毋对，是这间厝的主人。唔管你有啥物代志，嘛无应该来厝的甲我骂人。即马即几工我心情乱糟糟，你若是啥物代志哦，连工再过来啦。即马请恁出去。当然，你甲我换过来。叫我选咯。哦，安怎？哈哈，看我你这班的叫嚣吼，迄无怪空派的伫咧掠狂啦，连我都强要忍耐袂调。我看你翁仔某吼，一定是头壳歹，头壳歹。你哪会安尼我白骂人哈？我要请警察先生，请你出去哦。请我出去，我可能唔出去啦。哈，阮是好意来遮伫咧甲你斗下手的呢。我若唔出去，你是要安怎？我若唔是咧做歹代志啊！来，咱来遮坐，看啥物人会当甲咱赶。唔爱，伊搁等下搁甲我一较知啦，啊，你实在是莫名其妙咧你呐。你在咧欺负处理啦！哎哟，骗你这就是咧说人什么老爸老母啊！你比一个老师都较不如啦哈！迄老师为着恁囝的代志吼，啊来你当咧一抓过一抓，一抓过一抓，恁阁无要接受人的好意啊！你甲想看觅，老师呢？这老师是要去倒位找啊？为着恁囝，阁担心啦哈，阁操心啦哈，阁有责任心啦哈，阁有爱心啦，而且嘛阁比恁吼较关心。好啊。穿红衫卷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这老师是要去倒位找啊？为着恁囝，阁担心啦哈，阁操心啦哈，阁有责任心啦哈，阁有爱心啦，而且嘛阁比恁吼较关心。好啊，讲遐多，阮即马就是咧关心我的囝啦哈，连你加好势啦。哈？等下。这段互我。哦，你狗家己当你唔知好歹人你啊，哈！你欺负出你啊！慢啦，规气拢互我就好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十头，你头叫我卡卡咧啊！好，就我猜，你莫去，你莫去，你遐坐。好啊，我问你咧，恁老爸老母到即马才伫咧关心上，咱少问者，即马才关心的较完啊袂啊哈？平时恁若对伊甲照顾较好，唔都袂发生这个代志。囡仔看见吼，恁老爸老母都要负全部的责任啦，你知无？这是阮家的代志啦，唔免你管啦哈！你拢甲我出去啦！不然你唔是管哦，欺负起你哈！我你当作大金锅甲做下是哦。你这款个性，若要我少年，我斩在你的边头。我跟你讲，今仔唔是讲阮查某囝为着因学生吼，阮来恁兜要创啥？哈！
我食。喂，我是小明。可怜，小明才是可怜，因为爸母事业的无用，选来疏忽对小明的关怀，因此造成小明的离家出走。大金婆要来如何帮忙这个家庭呢？秀玉甲小明爸母的误会，大金婆敢有法度来化解呢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甲阮收看大金婆串江湖。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。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七爷，观众朋友，恁所期待真久，七爷八爷的续集马上要开拍咯！阮伫遮特别向全省征求8岁到12岁查甫同青2名来演小七爷、小八爷角色。也阁有16岁到20岁女主角2名，好消息、好机会，大家chuẩn備頭尾到小報一日，應徵來陪請假，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號3樓，綜藝製作公司收就可以。敬請明仔載同這個時間繼續收看大金寶串江湖。莫心。